路通即財通，大家盼望咗10幾年嘅登賢路北段呢，喺2026年春節前終於通車啦。登賢路嘅開通前後呢，引來咗非常之多嘅博主嚟到呢度拍攝報道路況嘅。今日老鳳凰呢，懷住好奇之心同埋有少少激動嘅嚟到咗登賢路嘅現場，睇下呢個路面嘅情況。偷偷講你聽，我都係第一次過嚟噶。呢段路雖然係短短嘅2.43公里，但係耗時用咗10幾年嘅時間，其中嘅艱辛真係辛苦各位領導同建設者啦。呢條路建設標準呢係按2級公路同埋城市主幹道路嚟做嘅，雙向6車道。我哋再睇下路邊嘅綠化同埋環境，入眼皆是景。成個路段中間呢有一個紅綠燈嘅下。以後從三鄉到雅居樂魚龍山片區，再都唔使兜圈啦，一條直路5分鐘左右。對於魚龍山嘅住戶嚟講呢，係非常之友好嘅。而家老鳳凰迫不及待想開車體驗一下，行翻個大運，Go！